甲国释文第46集。口语是文音，白音读会使，轻声使，有影是安尼读无？这三字有共款的字频。你课文是毋是目睭花花，符仔看做菜瓜呢？其实真的哦，确实共字频。破纸的纸有另一个写法，安尼这三字就共字频啊，也就是义的古字安尼写哦。除了甲骨文之外，义会使讲是东夷人伫3000年前的另一项伟大发明。上通因以致富而崛起，也因此伫部落中威望大增，距离赶走夏桀，成就商朝的奴隶帝国。义是制盐厂的总称，这字的字形演化分做3个阶段：商朝甲骨文阶段、周朝的金文阶段、秦朝统一的阶段。甲骨文的义是伫渤海湾引进海水，一路向西到结晶的盐池，读音就是西。字形意思表示露水频繁的为东向西流动，或者代表互相非常的熟悉。熟悉，当地人习惯讲熟悉。熟悉甲两口罩会使相通，就是同西。写古字这字西，是毋是已经有相通的感觉？就无感觉这字是青分字啊。同西啊，就是中文讲的左离。会使，同西啊，安尼写，咱为字形来学字，就变成真熟悉的字啊。有共字频的这三字，会使互相帮助大家记字的方法。正字的会使啦，搁四声使咧。希望从今以后，除了每年几千人准备鉴定的台语老师，搁每年几十万人的学生囡仔以外，无搁有人使用这种正字啊。用当于文化会使就可以啊。注音大家有注意到无？本调是舌，中声舌；变调是假声的舌。教育部拼袂出来的声调。忍不住爱搁提醒一遍。义的演化第二个阶段，到了周朝的金文，字形变成是长细，读音就是细。现代中文有这字哦，会使相通的两个口，东西安尼写就真正常啊。诗经的第二首诗破纸，纸的另一种写法安尼写。咱即马就理解为何有这两种写法啦。秦朝统一六国以后，义才成为现在字形，读音夷。左边是一个底水坑，甲结晶的露水底存；右边像人字边，其实是一支长边的符写。中央的点表示动作，意思是使用人力甲水池内的露水扬入扬出，所以讲是夷。意思是备用、底存。例句：以为、以便、以身作则等。咱认捌啥物是破纸？诗经的第二首诗破，等于这字破，花蕊盛开的意思。纸等于这字纸，意思人也、纸也、体也。破纸古人号做车前草，现在台语叫路边草、破烂草、破山子，搁有破枝。啥物是枝？香港人讲是枝，就是这字枝。这字毋是啥物多多公主，就是枝。路边草叫破枝，比如做趁食查某。这字正经爱安怎读呢？直韵讲是坐机切，就是读枝。过来，说文解字讲这字就是枝，妇人小物也，就是枝，敢毋是呢？诗经的破纸是用同义语写的，
是在讲去找多多公主的过程。整理一下会使，闽南语定用字，当语文化的用字，一定爱学起来的字。搁有东西仔是组字，熟悉安尼写。破纸是盛开的花蕊，破纸是妓女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